来，各位同学来了。太好了，可以发言。来，咱开始上咱今下课，好 start。咱上迄个题。啥物叫电可行啊？咱的电流，咱把分做几个部分啊？第一，大气圈，好，大气圈 ，atmosphere。第二个部分，水圈，好 ，watersphere。来，第三个部分，原始圈，啊，原始圈 ，lithosphere。其实有一个部分，但是咱地球顶有一个部分，咱已经学过啊，你叫我会啥？你已经学过啊，一零的时阵已经学过啊。叫什么圈？北极圈。叫生物圈，好，生物圈。这四个部分，好，可以。大气圈 （atmosphere）、水圈 （atmosphere）、原子圈 （lithosphere），好，那生物圈，这四个部分，好，并且 interactive each other， 好。因为互相影响的，互相影响。所以咱今仔要开始看这个部分。今仔部分咱后壁会慢慢讲的。其实咱的课程内底吼，大部分都是讲到这啊。好，这今仔讲了就算。后会有一个部分讲到这天气的部分，啊，今阵啊是风开啦，哦，是到这个关系。所以咱就要先来看这个水。好，咱来讲咱水的分布吼，作为平均的，好，咱来分两种，一种嘛，咱讲是咸水，咸水，好下，对。好 ，breathe， 倒一个咱叫正水，breathe water， 对正它对，咱这个对正它对，咸水较多嘛，好，而较水较做是苦的，水较偌济，来咱看课本，酱偌济。高材料两个，好，所以咱的这咱的饮水，这大部分拢海水嘛，啊，应该有遇过，啊 ，Have ever been swimming in the sea? How tastes it is? 叫我们小心你啊，swallow， 你啊吞一嘴水的，爱。这样安怎 ？Salty and bitter， 跟咸跟苦，啊，跟咸跟苦，无好食。所以，咱海水内底有咸嘛，吼，咱海水内底有咸，所以咱袂饮水，所以咱袂饮水的，我这个清水 fresh water， 啊，这个清水，啊，但这个清水吼，分布伫咧做。你看这个课文内底吼，这清水两个部分，吼，伊分布伫咧两个部分。第一部分伫咧冰川，啊，伫咧冰川，啊，第二部分就是啊，地下水，啊，这 groundwater。这两种物件吼，
咱拢做歹用者。冰川地下水。这两种吼，伊较要一罐一罐。来哩，这冰川去涂的，咱伫对，南极甲北极、南北极，啊，搁有伊个山顶。这面头这所在都歹去的，地下水嘛掺入涂骹，结果咱若有地下水的部分，就是出水面的，伊出水面的，就是咱的 river and what lake river and lake， 伊只偌济？掺入涂骹的，差不多出水面的，差不多超过10倍以上。10倍以上。当然，你这个讲会当正正去抽水嘛，咱依照正正去抽水法。咱这部分出水面的，咱爱直接来洒出来去。所以你看到这个，你会发现一件代志，咱会使遇到的水资源足少的，所以咱想爱捡水，咱爱捡水嘛。后来，咱就无水通啉啊。上尾咱讲到水的循环，hydrological cycle。水循环。迄水里面身躯嘛会循环啊。伊早两个迄个惠州省伫开讲，咧啉酒，讲做无了，一个就看着天顶咧落雨，水循环，今日就落雨落来，你一个酒咧因咧啉酒嘛，就湿性大发，我出个上联给你对，好来啊，你讲。老天下雨不下水，雨落地面变成水。早知雨会变成水，为何当初不下水？我今天淋下水汤。另外一个不含糊哦，他说要对就来对，马上对出来。老兄喝酒不喝尿，酒到肚里变成尿。早知酒会变成尿，为何当初不喝尿？语毕两个很开心，又大干一杯。这真的是循环啊，不可以把出来再循环回去嘛。那大自然真的是循环，水的循环是安怎？一个 cycle 嘛，hydrological cycle 水循环，来对啥种？这三个规条。From liquid to vapor, become vapor。这个进化蒸发，蒸发掉变成 vapor 蒸汽嘛。变哪里 ？From vapor become water dropper， 小水滴。云是液态还是气态？复习一下理化。天空云朵是液态还是气态？液态哦。这是 water drop 小水滴water drop 的小水滴会记一项代志，你看会到的，拢是 liquid。你若你的 vapor，you cannot see。
你看袂到。你身躯的汗水拢会蒸发哦。所以我甲你讲，你同一班的关系，你们同班的同学关系多密切，你知道吗？你身躯的汗水即摆拢在蒸发哦，蒸发一堆，蒸发你教室的空间内底哦。啊，你安怎？练呼吸，吸进去哦，吸进去谁的？全班每个同学身体上蒸发的汗水哦。例如刚刚你们同班同学关系中密切，哎，那有人听到我夺门而出哦。夺门而出没关系，记得要把门还回来就对了。所以凝结变成小水滴，好，那个咱讲要 become liquid。来，过来呢，降水，谁人讲降雨？因为拿雨的对无？ It's rain and snow and ice， 哦，不是 ice cream， 哦，你有看过下冰雹？台湾有下过，有人会冰雹，迄个冰雹大来像大球较大粒哦。 哦，所以呢，像可以干几哦。但是咱少啦，较你看的，台湾去落雨，咱这嘛做少落雪，哦，你若要落雪，你也去关山顶看，较看，哦，所以this side 叫 hydrologic cycle 水循环，哦，水循环，咱地球顶的水就安尼。 一直招这个循环，啊，招这个循环。好，再等一下，另外这个策略。